打擊娛樂場犯罪，警方絕不姑息。司法警察局近日喺譚仔某娛樂場內查獲一宗利用做工粗糙嘅假籌碼實施巨額詐騙嘅案件，涉案嘅3名內地居民已悉數被警方拘捕。案情顯示，涉案內地女子涉嫌攜帶15個總面值15萬港元嘅假籌碼進入賭場，佢喺吸煙室內同2名內地男子搭訕，雙方同意以113100蚊人民幣兌換該批籌碼。嫌疑人喺收到款項之後交付籌碼，但2名男子隨即察覺籌碼有異，並帶同嫌疑人到賭場賬房辦理驗證。職員經識別之後證實籌碼為偽造，並立即通知警方。司法警察局於當日下晝5點半到場拘捕3人，警方目前正全力追查其餘在逃同伙嘅下落。女姓女子現正依巨額詐騙罪移送檢察院處理，2名男事主亦都因為涉嫌從事俗稱換錢黨嘅不法兌換活動，被警方另案調查。你認為政府應進一步加強前線打擊，定係從源頭切斷不法資金鏈？歡迎喺評論區留言話我知你嘅睇法。